或者因為我同自己公公婆婆一齊生活，所以咁耐以嚟，我特別鍾意老人義工服務。大家都話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，咁長者嘅力量一定就係呢個社會嘅寶藏。佢哋多年以來嘅生活經驗同埋智慧，透過做義工服務同佢哋交流，聆聽佢哋嘅故事，令我嘅寶藏庫都豐富起嚟。有一次同一班老人家一齊參觀花卉展覽，過程中會教授一啲老人家去點樣使用智能手機。我哋一邊行花展，一邊同公公婆婆喺度傾偈，沿途中仲教公公婆婆一齊自拍，教佢哋點樣多角度取景。呢個學習使用手機嘅活動，可以利用科技拉近長者同外界嘅距離，令佢哋可以加入成為智能社會嘅一群。我覺得一部手機就好似一條鎖匙，將我哋兩代人連接起嚟，同時各自亦可以繼續運用自己嘅能力同埋經驗，為呢個社會出一分力。